我是个在都市长大的客家小孩，为了找回记忆中的客家味道，于是我背起我的背包，立志要走遍每一个客家庄。这不只是一段假期的旅行，而是一种客家精神的再学习，一种要体验我们客家人最真实的风俗民情。今天我又背起我的背包，要到客家庄寻找客家人的家传手艺。听说客家人在天穿日当天都会隆重的庆祝，并且制作应景的点心祭拜，最有名的就是油锥仔。今天我到了苗栗，遇到一群可爱的大姐，她们教我做客家特有的油锥仔。你们现在在做什么啊？我在做那个牛锥耶。牛角耶？对，牛角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天穿路啊，哈。那个火神和水神啊，哈，他两个在吵架嘛。结果天公给他弄了一个洞，那个女娲就说新年的时候有年糕，年糕他就说像这个软软的时候，那就给他补一个洞上去，那个一个洞的地方就补上去了我们就不会受到灾殃。所以这是一个客家人的习俗。对，就是天穿路。客家饮食手艺也是一种家传的工艺。接下来就让我跟着大姐学习如何制作传统的油锥仔。我刚刚有看了一下，是不是把它这样搓圆？不用，现在不要搓圆，因为你这样粘不下麻呀。原来我刚刚这样搓圆是做错的。你就稍微这样这样就好。捏起来就好。你放下去才会沾得到这个东西。刚刚那个太纪有教我一个技巧啊，就是通常我们做完这个是不能把它这样子揉的，一直搓对，一直搓变成像汤圆这样的话会没有那个粘性，所以正常的话我们是抓起来之后呢，直接大概一个形状之后，就会把它丢到这个粘这个芝麻嘛，对不对？哇，原来这是特别的一个学问啊！做这材料有哪一些啊？就是糯米粉啊，以前是人就是用糯米糕。年糕的那一种，也可以蒸。这是我们现成的。后来就说省得很麻烦嘛，那个做年糕的，就是要去压它，怎么样，压到一打很麻烦的。后来就说用这个比较方便了。这个也可以粘啊，你看你的嘴巴打开来也可以粘啊。这粘嘴巴这样。可是这用糯米粉，可是我看起来是黄黄的，所以是有添加别的东西。有那个番薯。有。里面有加地瓜那刚才烫的就是这个就是就是把地瓜加粉，然后把它融合起来，然后弄成这个面团。也有人讲芝麻球也是芝麻球。客家的特色也是有这些了，也是看哪一个地方的人啦。以北埔头份以上就是用这个了，这个以南这边都没有，不大有。所以这个油子要算是狮潭这里特有的，不是狮潭头份以北都有，都有，都关西那边都有。就是在天穿日的时候，这一天不工作，然后客家人呢特别做这个油锥来纪念这个女娲娘娘这一天。对，天穿日，那算是一个很美的一个习俗了。对，不是天穿日我们一直有办嘛，大家就会说，来做一盘来去，顺便也是拜天公。拜了以后就大家分享这样吃啊，就这样。虽然油锥仔看起来像市面上贩售的芝麻球，但是用料做法不同，意义也不同。就在我们七手八脚的讨论时，大姐已经升起一锅热油。这个一定不能急了，慢慢的来。你看它已经那个油慢慢的落起来了。好了，不用了。不用按多不用去掉。我来帮忙你们，我帮忙你们。好，慢慢放进去嘛。不要这么大力哦。好。他做3道来噻，一道宽酸，一道裂吧。那现在是要搅拌吗？还是不要？要一直这样没有不的话那里面就会一层这样烧焦这样。所以要顾它的温度。对，温度一定，这个不能急啦，一定要慢慢的。哇。原来炸这个油锥的温度是非常重要的。对，如果它的温度太高的话，会外熟内生；可是如果太低的话，它的芝麻会掉出来。而且要随时控制那个温度。如果等它快好的时候呢，温度要再加高，它才会外面会金黄色、酥脆的。所以其实炸这个油锥它的最重要就是这个温度的控制，所以完全都是要靠经验的。
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其实现在看就其实已经快好了嘛。没，还没吗？我看已经还早的是啦，还早哦。锅子里的油沸腾着，油锥仔在锅内传来阵阵香味。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炸好呢？这个也有由来哦，有色冇色，料多出色，有做冇做，料多甜传锅，对吧？开静，你刚刚讲这是一首诗吗？对呀，关于这个就是诗啊，哦，就是田川路的诗啊。哦，真的哦，那开静，你再叫我讲一次。有色冇色，料多出色。有丝母丝，腰多母丝。错嘅啦。哈。有色。有丝。冇色。冇丝。料多年出色。腰多年出色。有做。有做。冇做。冇做。料多田传歌。料多田传歌。我的不标准客语惹得大姐们大笑不已。原来这几句我始终发音不清楚的客语，意思就是说，不论生活如何，工作如何，天穿日这天就是要休息，不能干活。就是鼓励我们农家人一天到晚在做，给我们休息几天。哦，就是做这有主要就是要休息，所以有这个打油诗。经过10分钟的小火慢炸，香气扑鼻的油锥仔终于完成。我想要马上尝一口。我们炸的这个油锥啊，现在已经炸好了，非常的漂亮，金黄色，酥酥脆脆的，而且粘上很多的芝麻，看起来非常的可口。哇，那太记，那我就先来吃喽。好。有香吗？好香哦。好香哦。而且我觉得它跟那个芝麻球最大的不一样是，芝麻球是空心的，然后它这个是实心的，所以它咬起来是非常的扎实。那个芝麻好香哦，还有里面那个浓浓的那个地瓜味啊，所以咬起来是很过瘾。我觉得它这咬起来比芝麻球更扎实它里面都好饱满。因为比较饱满。也有人这个有嘴里面包那个红豆、绿豆，什么都有，鱼头也可以。跟大姐在边吃边聊中，大姐还说，在过年期间，如果有客人来拜访，常会准备方便又好吃的客家米粉来待客。什么是客家米粉？大姐说到尖山去看看就知道了。一走进工厂，就被鼎沸的人声吓到，原来他们正在煮米粉。尖山米粉与一般新竹米粉的制作方法不同，尖山米粉是用水煮，因此也被称之为水粉。这个煮要煮多久？煮差不多几十秒而已啊，20秒左右啊。煮太熟也不行，烂掉会烂掉。那晒的全部粘在一起，品质就不好了。那通常看到都是米粉都是用蒸的，那为什么会想要用煮的？最早就用煮啊，这个比较麻烦，工多，成本比较高。那既然成本比较高，那为什么要坚持用水煮，不改成也用蒸的就好了？传统的东西你品质做好水粉人家吃起来口感硬硬的，还是有点Q不拔爆。可以做，我们就尽量。尽量的坚持传统，让自己把心目中那个米粉把它传承下来。尖山米粉煮好后，以人工将米粉排到竹篮上，准备下一步的烘干。他们一天呢都要用200个这个竹篮，一天要做200个竹篮哦。然后他们4、5点开始就开始在做这个米粉，放在这个竹篮上面，是非常辛苦的。然后米粉一个大概是1斤，然后完全都要靠经验。所以那个太记他们很厉害，是一抓就可以抓出那个手感，就是1斤的手感。这个就是豆浆吗？对，这豆浆很棒，很纯。来，到现在我教你拉花好，你看到这是直接倒进去吗？因为这是石膏，太慢节奏不能用，太快，花拉的不漂亮。主要拉花是为了让豆腐凝固。凝固。好，你这样摸摸看。你看这么好了，看。哇，好快就凝固了，这样就凝固了。对啊，你看。是不是就很像那个豆花？对啊，看起来好像豆花好漂亮啊，很漂亮。
尖山的米粉街在30年前曾经有40多家的客家米粉工厂，供应全台大部分的米粉。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，目前只剩下2家米粉工厂。今天我到了尖山，跟着吴大哥一起制作客家米粉。那我看到你们有这个动作，是要把它用松吗？松，对，松打开。为什么要用松啊？里面没有用松，它那个烘干没办法干。哦，完全就是要用松，它的全部的这个米粉才会比较干呐。然后晒干的时候，米粉就比较松啊，然后比较 Q 啊。哦，比较 Q。哦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要吃口感比较 Q。对。小小的米粉却有大大的学问。以前的米粉是以太阳晒干，但是现在都以机器烘干。在将米粉送进机器烘干之前，还要以人力来一一按摩。大姐说，米粉要弄松才会干得彻底，这样才能做出好吃的米粉。你不要看这样，也不容易啊！你看打开，你看看，你弄弄看。好。你看。不是啊，不是吧？手这样，不是这样子，要用这样，对，这样。用推的。对，这样松。哦，用推的，好。你看，哦，这个力道也不能太大，不然会把它弄断哎。对啊，因为我听说以前啊，就是在那个桥看过河边啊，就看到很多晒米粉，然后那个画面是非常壮观的。现在都没有了哦。这样这样。所以太基有看过以前就是河边晒米粉的那个景观吗？看过吗？我没有看过。小时候就是这样。还要推哎，用车子推过去。啊，是用车推过去哦。早期还用肩膀，用扛的。哦，用那个胆干嘛，对不对？吴大哥看我帮忙做了一个早上，怕我肚子饿，就请老板娘炒了米粉请我吃。我一边吃米粉，一边跟胡大哥聊到做米粉的都是长辈，几乎没有年轻人的现况。在品尝这个米粉的时候啊，其实就能了解，其实背后是很多人付出的辛苦。像一开始磨米做板啊，然后还有我们压板碾压的时候，也需要很多的温度时间都要控制好。对呀，传统的东西现在还能生存，就是还有它的特殊的地方。海哥，像我这样走过来啊，就是我看到，就是它上面写米粉街，早期这边是很多的米粉工厂，40几家，我们这个一个一个里哦，40几家。可是我刚刚看过来，好像剩的不多吼。2家。哦，剩下2家。是当初是为什么只会剩下这2家？原因很多啦。对啊，我就发现好像都是比较年长辈的在做这个，年轻的不做了啦。我们这种传统的哈，都是要碰到水，又很热，又很早起来。哦，就是这个很难的。像我们这一代做一做，下一代就差不多。那其实，在品尝这个美食之外呢，就发现其实后面是有多少人付出这个辛苦。那其实啊，虽然传承上啊，年轻人意愿比较低，但是我看到台沟非常认真的，希望让心中的传统米粉让更多人吃到，让更多人看到，其实是我自己蛮欣慰的。而且今天呢，我觉得最开心的是，就是台沟的老板娘呢，亲自为我炒了这个，就是全尖山最好吃的米粉。饱尝了延续传统味道的客家米粉后，接下来我还要去寻找也是传承了客家手艺的好味道——豆腐乳。要制作好的豆腐乳，就要先从磨豆浆开始。哎，导演走，我带你去看看流程。来，好啊，帽子先戴。好，为什么这个比较重要？卫生。哎，对。哦，走，不好看啊，但是可以接受啦。很好看，帅啊，走。将精选的黄豆洗净，磨成粉，煮沸过滤之后，香气十足的豆腐乳原料豆浆就已经完成。这个就是豆浆吗？对，它煮好之后呢，经过这个分离机嘛，这分离机豆渣归豆渣啊，这豆浆归豆浆。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可以喝到的豆浆。这豆浆很棒，很纯。这个好是要拉过去。对，来导演来帮忙一下。二小，OK。哇，好香哦！这个可以直接喝吗？可以啊，来，我弄给你吃。棒啊，来试试看啊！哇，我来喝这个纯浓纯正的这个豆浆了。哎，香醇浓郁。来，哇，好，
这很棒哦，你看。这个可以有没有很直香啊接喝吗？啊，不行，你待会放了，太烫哦。，太烫了。哎对好，那我先等一下喝好，等它凉一点点。 OK，先帮忙工作，好工作完再喝。我教你拉花。好，来，道贤，我教你拉花啊。好，你看啊，这就直接倒进去嘛。因为这是石膏，太慢，一节动不能用，太快，花拉的不漂亮，刀斧不好吃。来，你看着啊，你看要有这个动作，你看有没有？哦，往前这样绕一个，左右手要并用，你看哦，道贤，你看到你看，啊，哎，哦，这个动作叫拉花。对，要把它那主要拉花是为了要让豆腐凝固。哦，凝固。哎，好，那你看看哦，你看，待会很漂亮哦。你现在摸摸看，差不多好了，你看。哇，哦，好快就凝固了，这样就凝固了。对啊，这很漂亮嘞。哦，好漂亮。给你看啊，你看哦，好，来，你看，哦，是不是就很像那个豆花？对啊，哦，看起来好像豆花哦，好漂亮哦，很漂亮。豆浆凝固后再打花，就变成豆花。接着再把豆花打碎，就是要用来做豆腐胚。好，往中间倒。好，低一点啊，对，啊，再倒，快，速度快，凝固了。哦，对不对？要不再试一个，再这个。好，你这个不及格啊！你看有没有？都很平均，你看看，哦，不能少这个角。对，来再来一个，试试看。来，完了，不急，我是员工，没有办法被录取的。不会，到啊，你这样非常平均的下去，它自然就会跑。哎，这个已经有60分了，不80分了。把碎豆花倒在豆腐格中，再压上重物，等到豆花水分排干，就成了豆腐胚。不过，在豆腐胚完成之前，先来喝杯刚才现磨的豆浆。哇，好好喝哦，感觉不一样啊。它这个豆浆啊，喝起来非常浓、非常香、非常纯，然后没有加糖，可是喝起来真的是甜甜的，哎，带点淡淡的甜味。对啊，怎么那么好喝？所以就说嘛，这天然的雄厚就是安尼，对不对？哇，那赶快来干杯，干杯！来，感谢你太高，真的谢谢，辛苦了。喝完豆浆，精神百倍，开始做正事。来，这个已经做好了啊。来，大家我先教你来怎么切豆腐啊，怎么样腌豆腐啊。好不好 ？OK。哦，这是定型完的豆腐。对，来，这板子在这边，放这边啊。这个拿好之后呢，这样子练习这样甩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那你这个东西就要打开来喽。OK。哦，所以定型完，其实它的水分已经被压的有点干了。是。来，我再教你怎么样去腌这个豆腐。漂亮哦！哇，这个豆腐的样子好漂亮哦。哎，这豆腐的胚啊，你要先修边。来，这给你好，来把这旁边的修掉嘛。对，啊。为什么要修这个边？因为豆腐乳到时候烘干的时候，那块变成死硬，死硬的时候会不能发酵。哎，好，来继续，我教你啊。那以前你刚刚台狗这样拍好有弹性哦。对啊，你看啊，哇，是有弹性的。因为我以前碰到那豆腐，可能我刚刚台狗这样一打，它就破掉碎掉。对啊，碎掉，这个是有弹性的。对。哇，制作这个豆腐的豆腐啊，非常有弹性诶，它会弹起来不会碎掉诶。这一定要 QQ 的，对，难怪这个豆腐的口感吃起来这么的好，绵密，对，这有差异性的。那切豆腐呢，我跟你讲啊，以前呢大家都平常师傅用手啊，那现在我都有改良过了。来，你来切看，这是秘密武器吗？其实这是比较偷懒一点的，你看啊，刚刚好，对不对啊？你只要轻轻的。把那边对那边轻轻往下拉就可以了。来，你试试看。好。哎，一定要平均。好啊，走。好，开始喽。好，往下拉。对，轻轻的，不要紧张。哎，豆腐软软的，你轻轻的对它的东西就做得越好。好 ，OK， 拉过去。对 ，OK。好方便哦。是。如果是。用这个是好方便哦。如果以前啊用刀这样子慢慢的划，就看师傅啦。对啊，是费工费时，还要看那个师傅的那个刀工。对呀，有些可能会有些大，有些小，对不对？对，来我拉一次给你看。好。
大家对好了，最主要这2只有没有抓好的那个轻轻的 ，OK， 1、2、3，轻轻的下来就 OK 了。时代在变，制作豆腐乳的技术也在变，但是豆腐乳的好滋味却没有改变。把豆腐切成块，再将切块的豆腐腌制，然后送进烤箱中烘烤。4个小时之后，熟成的豆腐块就可以准备装罐了。晒干完的真的变得好硬哦，就是比刚刚摸的那个更硬了。对，用力压哦，你看我现在用力压都压不下去。对，你说你要体验，来你看大家都排来这么看。哦。这个工整，对啊，好工整哦，这个好工整哦。对。所以这个就是它排是也有它的诀窍嘛。有它的诀窍，因为到时候你要切入的时候不一样，你待会摆下去就知道了。来摆看。好，要把它排整齐。对。照顺序啊，慢慢的，一定要直的，对。海哥，我才放第1层啊，我就发现其实这个是真的蛮耗人力的，就是费时费工。对呀，所以小时候应该都是帮忙做这个，对不对？小时候暑假你想出去玩，门都没有，还想说出去旅游嘞。郭大哥家早年经营酱油生意，所以郭妈妈娴熟于客家各类腌制物的料理。今天郭妈妈特地为我料理，做了家常的腐乳猪肉。客家人都会自己做这个豆腐乳，对，是有什么含义吗？他们是做，就是说这个豆腐乳哈，本来以前是豆腐，那么会坏掉嘛，那么我们的祖先都有一个智慧，就想这个豆腐乳给它腌，并且咸，那又不好吃，要怎么办呢？因为我们都有用做酱菜，有没有？做酱菜有个期嘛，黄豆或者米啊，或者黑豆嘛，给它去自然发酵，发酵出来的那个味道就香。又干又好吃，就是这样子。对啊，这个豆腐乳啊，算是就是长辈啊记忆中最有印象的味道。是啊，像我阿婆也是想到这个豆腐乳啊，他就想到哇，一定要配饭啊，然后就简简单单就是一个豆腐乳加一个酱瓜，就好好吃哦，这样。就是豆腐乳，豆腐乳加上去，放点米酒，就这样进去熬的。熬出来。你试试看，好吃哦，加一点蒜片，会比较好吃。加一个蒜会比较好吃。过味吗？没有加什么盐巴都没有加，酱油也没有，就是完全没有加任何调味料吗？没有。跟我吃到的这样吃还比较健康嘛，而且我真的发现其实用那个豆腐乳啊做出来的那个味道啊，那个豆腐的香味是非常的好吃的，是的，就是它跟那个肉搭起来，我以为会不协调，可是其实吃起来好好吃。也可以做鸡肉啊。鸡肉也可以用吗？对，可以用。它这2个味道它搭起来是非常的顺口的，而且就是肉的味道啊，跟这个蒜啊，再加这个豆香味啊，其实融起来是非常会很下饭的，我觉得。是啊。就是会想要多吃几口这样。多吃几口饭要多吃。多吃饭。风趣的郭妈妈还回忆起早年他们是如何挑着担子去卖豆腐乳的情况。小时候啊是没有那个机器的，都是要用人力啊，然后非常辛苦哎。那是不是以前如果要卖的话，没有车，是不是也要挑那个担杆？对，这样一家一家有没有？我们外面有个篮子，有没有？以前不是，我妈妈是用这样子，玻璃的，很高，一层一层的，放豆腐乳、豆腐都一层一层这样，然后慢慢这样挑去卖。到农家去卖，对，没有像现在哈，有头子没有？就代表以前是生活是非常困苦的。对呀。尽量吃，好，这边也好吃。好，那阿婆你也赶快吃，这个也好吃。好。其实简单的这个豆腐乳呢，就能感受到阿婆一家人是非常用心跟坚持在这个产业上，然后也看到过去的生活写照。其实我觉得阿婆他们一家人这么坚持，最重要的关键呢，就是要怀念小时候这种记忆的老味道。那我觉得就是客家味。那其实这个味道呢，也是让阿婆一家人这么坚持在这个产业上，觉得坚持就对了，也让吃到的我们呢，能感受到这么简单却印象深刻的客家味。这个茶籽哈，我们晒完以后，像这个是晒了大概有7、8成干了。7、8成干以后呢，我们要将外壳呢去掉，它这个是没办法用机器去做的。现在呢，我来教你这个外壳要怎么剥，好啊，好不好？
是用手剥吗？你用手剥不开的话，因为它外皮比较厚，你要用铁锤去敲一下。你不用铁锤的话，里面的那个籽你拿不出来。啊，凯哥，我是不是太用力了？走在苗栗客庄的乡间，看见前面绿油油的桑树林，有位大哥在林中忙碌着。现在明明不是桑葚季节，他到底在忙什么呢？你在割什么？在这边割桑叶。那你割这个桑叶要干嘛？我这个桑叶是要给蚕宝宝吃的。养蚕宝宝哦。是啊。好，那我帮你割。蚕宝宝是要做什么？蚕宝宝它可以做很多的东西，我们也可以做蚕丝被，也可以抽丝做丝绸，也可以做衣服衣服，对，也可以做 DIY， 做蚕茧。哇，原来这个蚕有很多的用途。对，而且那个蚕丝被啊，就是盖起来就好保暖哦，而且非常的轻。是，那你养蚕宝宝也是做这些东西吗？我本身都是做丝被比较多。哦，丝被哦，对，所以等一下可以去看一下有丝被吗？有，好啊，那我赶快先帮忙割，割完的时候就去看那个丝被。是，好。蚕的这个客语是怎么念啊？蚕呢？蚕呢？那个桑叶呢？蒜的叶。蒜的叶。想要蒜的字的是叫做蒜的，所以按照蒜的叶。蒜的叶，蒜的叶。蚕呢是蒜的叶，蚕呢是蒜的叶。走进涂大哥的家，看见一盘盘蠕动的蚕宝宝，真是惊人。哇，好多蚕宝宝哦！我来试看看喂这个桑内啊，来喂蚕妹。是。好。没有，这个一般都是整条在喂，不是采叶片。整条采叶片采不到给他吃的。对，你要拿一把来，拿一把来，好，我以为是一片片。对，喂桑叶很重要哈。像这个，你要从这边把蚕盖起来就对了哈。盖起来。蚕盖起来表示它就会吃的，直接连枝条喂，也不用折，都长。哇，这跟我小时候养的时候不一样，小时候都是用这个叶片采叶片。你养蚕很久了吗？我68年就开始养。因为其实我知道，是不是现在其实养蚕很少了，在台湾很少，对，现在就是时尚还有一点点，还有就是那个苗栗区农业改良场那边，还有一些保育种。哇，那我今天真的很荣幸哎，还亲自喂这些蚕宝宝吃这个桑叶。是，就它最后啊化成茧啊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蚕丝被也是用这样做吗？70几年之前是用这个做，70几年后的话，我们就改成平面剪。平面剪是意思是说是变成平面的意思？对，像纸一样，它就是可以涂到平平的。这个包起来是它的天性，但是我们就有办法给它涂成整片，像纸张一样。原来涂大哥利用蚕的天性，成功的让数以千计的蚕能够在平面上吐丝，也就是平面剪。如此一来，省去开水、竹剪、抽丝的麻烦。涂大哥还说，这样不仅省时，同时也不必杀生，真是功德一件。现在这样子就可以做蚕丝被了吗？不可以。你看，这样涂完之后这样不行吗？好，现在啊，这个虽然它已经涂好，但是你看。有没有蓬松？它是很密，对，很紧。这个盖会不会暖？没有蓬松，绝对盖不会暖。原来这只是第一步，要完成一件蚕丝被还有大功夫。所以现在要做什么动作啊？现在那个蚕丝被你若是没有经过这个水去煮过的时候，它是硬的。它是不会蓬松的哈，所以说我们要经过这一锅
就来去精炼，我们叫精炼。精炼。涂大哥说，平面碱要成为可以盖的蚕丝被，还要经过精炼的过程，也就是以加了清洁剂跟小苏打粉的沸水煮过，然后再以清水洗去蚕丝上面的胶质，曝晒2天之后，便可以拿来做蚕丝被。拉这个是有步骤吗？还是有什么技巧吗？你若是说像这个，它比较厚的话，你就这样对，它就会散。哦，好有弹性哦。对，还有你这样拉的时候哈，你要手这样慢慢的放，这样慢慢放，对不对？啊，放它就会薄下来，握住里面。对，慢慢放，要让它的那个厚薄都是平均分配。对，啊，这个是它的一个技术。4个人同心协力，各拉一角，努力了1个小时，终于完成了一条蚕丝被。其实我今天蛮感动的，是因为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有问了一个问题，我问他说，这个做蚕啊这么的辛苦，这么的繁琐，那有曾经想要放弃过吗？他没有犹豫的回答我说，从来没有。那其实养蚕的这个丝的文化有5、6千年了，可能在台湾已经没有人在养这个蚕了。那客家庄还有一位客家人还这么坚持，然后我看到这种执着，就是丝毫都没有说他想要放弃的这个念头啊，我觉得这今天是我看到最感动的。除了蚕丝，听说在苗栗的客庄还有一位陈大哥，始终努力重振客家产业工艺中的苦茶油而努力。你现在在做什么啊？我这边是在放肥料了。哦，肥料哦。对，这个是我们榨油榨剩下的茶粕啊哈。它肥瘦可以做肥料，它里面还有蛋白质那一些。好，所以就是会变成一个有机的肥料。对，有机的肥料。听陈大哥说，他是利用自家制作苦茶油之后产生的茶粕来当做肥料。他更热心地邀我前往工厂去看看如何制作苦茶油。不过陈大哥也说，虽然他的苦茶油工厂已经自动化，但是有个步骤还是需要人工，那就是将茶籽取出来。这个茶籽哈，我们晒完以后，像这个是晒了大概有7、8成干了。7、8成干以后呢，我们要将外壳呢去掉。它这个是没办法用机器去做的。现在呢，我来教你这个外壳要怎么剥。好啊，好不好？是用手剥吗？你用手剥不开的话，因为它外皮比较厚，你要用铁锤去敲一下。哦，就是剥不开的还要用铁锤。对。好，来试一下。好，你试一下。好。啊，我是不是太用力了？没有，它那个是这样是正确的吗？它那个是空心的。哦，有分空心的。对。我说我太大力把它敲碎了。不。哦，我们一般就是说牙口。哇，那我这样籽就完成了。还没，这个我们真正的要的话，这个第2层壳还要想办法给它剥掉。哦，然后用那个肉。所以那第2层我要再把它敲碎吗？它不剥也可以榨油，但是榨出来的油比较涩，品质比较不好。哦，好，比较没那么好。就用这种。所以最后这个才是真正的榨油。对。所以我们你看那么大，我们主要就要这一点点的来榨油。所以这个油很多，你稍微用手指这样一捏，油就出来了。哦。原来这个大果茶籽啊，它有分外壳跟内壳。那真正要榨油的话，是用这个内壳里面的这个籽才能榨出那个油出来。对，你用手指这样挤，这样挤。哦，有。你看那个油很多，很香。很香哎，它就是其实现在这个果肉啊，挤一下啊，那个油就出来了。学会取出茶籽，陈大哥带我到工厂内，为我讲解制油过程。进场之前，当然免不了要穿戴全副装备。这个油做的都很清丽，马上就可以喝了。可以直接喝？对。这个可以直接喝哦？对。好啊，那我来喝看看。你喝看看它什么味道？好，那你喝看看。干杯！来看看，你看看好不好喝？好。好香哦！因为我一直以为啊，就是苦茶树做的这个油会很苦，
就它喝起来好香哦，而且它的那个坚果的味道，它有甜味，甘甜甘甜，而且它那个坚果的味道啊是非常浓的，对，而且好顺这个喉咙哦，我现在喝起来这边都好滑顺哦。因为你喝了我的油以后，你要喝别人的油，你喝不习惯。我们的这个有特别去研究怎样做才是最好的，而且真的真的很好喝，有点像饮料哎，就是它那个坚果味啊，喝起来好顺口哦。哇，原来这个苦茶树的油喝起来一点都不苦。来，继续干杯！来干杯！光干杯不过瘾，大哥还带我体验苦茶油的其他用途。这3杯颜色好漂亮哦，是饮料吗？不是啊，这个是3杯不同的油。刚刚我们喝的是这一种哦，大果的，这个呢，这边呢这个是小果的，这个是茶叶子的。哦，那我来喝喝看这个小果的好了。小果的，对。哇，它们其实它的颜色啊都是非常的透，而且非常的亮。你试喝看看。哦，其实啊，我觉得苦茶油啊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不苦，它也不油。然后这个小果做出来的油啊，它有一点点的花香的味道，跟刚刚那个大果是坚果，然后这个是花香的味道，而且它比这个大果更不油腻，这是我喝到最特别的。它的品种不同，所以打出来的那个香度也不同。对啊，然后一个是坚果味，然后一个是花香味，对，喝起来好特别，而且是一点都不油腻。对。陈大哥自豪地说，苦茶油不仅可以喝，还是早年祖母他们保养皮肤跟头发的好东西。同时，以苦茶油调味的料理更是具有令人难忘的好味道。要用这个工具拿来刷一刷，来晒萝卜全，晒干来煮3层肉汤。你看这么薄这么透啊！如果以前没有这个器具，他说早期的时候是要刀工的，所以以前如果吃到这个的时候是会考验这个师傅的刀工。什么来到我呀客家庄哈，是我呀就个客家人的茶油面线啊，你来试看呢，你试看看好不好？最传统最经典的嘛。最经典的，来你现尝一下看看，好不好？这样味道怎样？香吗？很香哎。然后用茶油煮出来的是非常的不油腻，而且它的那个香气是非常香，而且就是刚好因为油也很滑，所以它这面吃起来也很滑顺，很顺口。对，我们以前小时候呢，就是用茶油呢，半碗茶油，半碗酱油放进去，然后汤匙放进去。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呢，你如果不想吃其他的菜，就用汤匙舀一汤匙放到碗里面，这样搅一搅就吃一碗饭。哇，这样简简单的这个调味就很好吃了。对，我们就这样吃长大了。传统的客家味。哇，这个味道啊，真的是非常传统、非常简单朴实，可是却一点都不马虎。告别了陈大哥，来到山脚下的农村，远远看见一群阿婆在拔萝卜，让我过去看看。哇，阿婆，天气这么冷，你还在拔萝卜，很辛苦呢。阿婆，你教我怎么？我来帮你拔好了。这个萝卜哈，你看到这里比较叶子比较直的哈，这样看上去有大条的就可以拔起来了。好，那我来帮忙那个阿婆，叶子比较直的就可以拔。叶子比较直的。那阿婆，这个萝卜的客语怎么念？萝卜的。萝卜呢？萝卜呢？好，我们再拔萝卜呢。萝卜的。阿婆，我们拔这么多的萝卜，等一下是不是要煮萝卜汤？不是，我要做一种很特别的。很特别的东西哦。那可以带我去看看吗？可以。好。阿婆说，拔萝卜是要做特别的东西，到底是什么？有多特别呢？
其实啊，刚刚阿婆一回来就叫我来洗这个老胚内，然后都不跟我讲，一直卖关子，然后一直不知道做什么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洗了。然后阿婆是在把它切去那个根嘛，所以阿婆还是卖关子，不跟我讲这个要做什么。哎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一直卖关子。干净了这个哈，你看的放在那尿尿就要刨掉，看到有些要削掉哦。哦，好白哦。这萝卜好白哦，哇！其实感觉它咬起来是很脆的。嘿，一个外省人他们就生吃凉拌。3个人把刚刚拔的整袋萝卜都洗干净了，我还是不知道要做什么。阿婆，这个菜头都洗完了，然后都削完了，你还不跟我讲要做什么？我要用这个工具拿来刷一刷，来晒萝卜钱。晒干来煮3层肉汤，好，煮高汤。萝卜钱哦，是我知道的那个萝卜干还是萝卜丝吗？萝卜糍。啊，萝卜钱哦，你说是那个钱，是就是零用钱那个钱吗？对。是为什么会？你没看到一张一张像钱一样吗？一张一张像钱一样吗？啊，哦，好漂亮哦。晒起来以后就煮3层肉，煮高汤。哦，原来萝卜钱啊，是因为它的形状，然后像钱，所以把它叫萝卜钱。对。所以其实也是用这个萝卜嘛，然后把它用不同的形状、不同的工具做的就不一样的东西。像现在盛产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它晒干起来，以后台风没有菜的时候拿出来就可以。哦，哇，其实这个就是客家人很重要的一个精神，就是有时当思无时之苦，就是居安思危，未雨绸缪，就是先把这些储存起来，然后这个钱啊，就是煮汤啊，美观又好喝，这样，对不对，阿婆？对。那是怎么样会想到用这种形状？就是古时代的时候传下来的，传承下来的。我们客家人就这样传承，慢慢传承下来这样。哇，好特别哦，因为我第一次听过这个用钱。是用切的呢。用刀子切片，觉得这么麻烦，这么辛苦，才得用头脑才做成这个来做，才比较快。哇，这也是就是客家人的腌制文化厉害的地方，就是会这样子慢慢的发展，让它变得比较可以携带方便。对，阿婆，我来帮你削看看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好，我来削。用力推下去。哦，这样哇，好方便哦！它这样直接就削出来了。哇，好薄哦！哇，你看这么薄这么透啊！如果以前没有这个器具，他说早期的时候是要刀工的，所以以前如果吃到这个的时候是会考验这个师傅的刀工。那其实啊，我觉得这个一片啊这么的，刚刚说要煮肉片汤嘛，其实看起来就有点像肉片。所以啊，这样子搭起来，这个汤是很多层次的感觉的，而且听说这可以生吃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是可以生吃。好，凉拌啊。好，那我吃看看哦。有一点辣。甜辣。那味道真的是有点甜辣的，好像有点像。对，山葵，我在想，对，很像山葵，还有像一个那个，这个好熟悉的味道。阿婆，这个削完之后啊，是要拿去要去那边晾干啊。晾干哦，好，那我赶快把这削完，我们去晾。晾到那网子上面哈。在路上偶遇的阿婆，他们说萝卜钱是当地特有的家常庶民料理，别的地方很少看见。他们还说，等我削完这些萝卜，要请我喝一碗萝卜钱肉片汤。阿婆，你们这个是从小吃到大吗？对。那都是什么时候会吃这道菜？随时都可以吃。随时？随时都可以吃。哦，不会有特定的节日然后吃这道菜？没有。哇，原来我们刚刚这个萝卜钱呢，它煮出来的时候，刚才就是我们晒的啊。它煮出来的晒干了就是这个。是这个，我现在看到这个吗？对。这颜色有点像透明的，有点像笋子的。对。好，我来吃看看。它咬起来好有那个嚼劲哦，我不知道那个有没有听到，就是它咬起来很脆，可是其实是很软，然后
那个萝卜味啊是非常的淡，可是有点清香味。是清淡中，可是是很好吃的。对呀。哇，这个汤好好喝哦，好鲜甜哦。冬天喝这个汤啊，就好暖和哦，刚好很适合现在喝。对呀，这种是我们客家人才有的。阿婆，今天谢谢你，从一开始拔萝卜啊，到削啊，到最后晒煮啊，一整天这样很辛苦，真的谢谢你还煮这个汤给我喝。不客气了。这是我们客家人才有的。这是古时候流传下来的，现在我们老一辈的传承给你们少年的。好，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把它传承下去。我觉得传统客家菜啊，最吸引的地方啊，是它简单朴实，没有过多的华丽的变化，但是一点都不马虎，非常讲究它的口感、外观与形状。尤其是我今天看到的这个萝卜钱，它的形状啊，让这个汤喝起来更鲜美、更不一样的感觉。那其实萝卜钱啊，它除了携带方便啊，其实它储存也非常的容易。还有客人啊来到家里来的时候啊，减少这个烹调的时间，那做好这个待客之道。而且就让我看到了客家人是非常重视天然制作，尤其是啊，我今天看到这个萝卜，我们晒的时候啊，是一大片，那它煮出来的时候啊，是变成这样子，非常漂亮，非常的一片一片的，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。那真的是谢谢阿婆煮给我吃，我现在赶快来吃。一整天下来，透过传统产业看到了过去非常辛苦的生活写照，也呈现了客家文化的特质。而透过传统美食，感受食物中的故事，也蕴含着浓浓的家乡味。而在这里，我依旧看到一群客家人认真的坚持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默默的耕耘，都是为了活化这些传统产业而尽一份心力。今天让我看到了充满传统客家味的客家庄苗栗。